喜晒3位新鮮出爐嘅香港小姐。50-50話事權由大會評判同全港市民尋晚決定佢哋嘅生死，有咁大個數據庫，今年冇單雙啦，所以佢以大熱姿態高票當選，仲喺17銅籃手上拎咗最上鏡小姐獎，上料冠軍。No， 佢仲係近年上圍最細嘅冠軍添啊！小冠軍6萬票嘅蔡思貝有做阿二啦，其實佢表現都幾出眾噶，有急才對答如流，真係一起 music 就精神晒，連幾個星級選民都拜啊！由於四川事業線轟壓全場嘅生命 BB 頒獎俾佢，反觀都係大熱嘅溫馨，除咗微博粒嘢養下個爆炸頭似足獅子王趕客咁，得個緊頸4咯，同樣燒到4萬金口嘅巨胸族就只包唔住火咯。No bra 邊仲俾宋禮勤串佢添，又傳契爺幫手拉票嗰單嘢啊！